過比樂有冇玩過笨豬跳啊？冇啊，不過我就知道旅遊塔舉辦咗一個以運動作為主題嘅笨豬跳比賽，唔少參賽者都着住自己最中意嘅運動服嚟跳笨豬跳，一齊睇下。笨豬跳可能大家見得多，但係騎住單車嘅笨豬跳，你有見過未呢？為咗慶祝笨豬跳進駐旅遊塔7週年，旅遊塔特意舉辦瘋狂笨豬跳運動。而呢項單車笨豬跳由亞運會男子單車銅牌得主拜仁親身上陣，佢帶同個人戰車一齊玩笨豬跳。佢話係第一次咁樣嘗試，當工作人員幫佢檢查裝備嘅時候係最緊張，心跳每分鐘超過100下。好開心，即係開心唔係話搞掂咁樣，開心係我可以用到嘅單車跳到成功。係啊，冇問題，好係啊，真係其實咧呢度你話全世界最高嘅笨豬跳咧，係真係唔同你話其他地方咧喺條橋度啊或者咩，你望落去啲水咧，其實你都唔係話太高㗎，但係呢度你望落去真係好高㗎。有參賽者話第一次玩笨豬跳就係澳門，心情同感覺都好好，好想再玩多次。好好玩，好好玩，跳落去嗰下好似飛緊咁樣，真係好玩，即刻想玩第二次。好似澳門係最高嗰個嚟㗎嘛，咁佢一個塔嚟，咁其他地方可能係啲郊外嘅地方，可能會係一個懸崖咁樣跳落去咁樣，我諗都好玩嘅，都應該會。旅遊塔2006年引入笨豬跳，亦係健力士世界紀錄入面最高嘅商業笨豬跳。旅遊塔會喺今次嘅活動收益入面捐出10萬蚊俾澳門紅十字會。澳門電視台記者蕭永雄報導。